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越講越有料。近年嚟，為咗改變頹勢， TVB 一直積極改革。繼曾志偉回歸後，近日又傳出金像獎影帝林家棟將會重返 TVB， 出任製作部高層，成為第二位轉型為高管嘅藝人。林家棟憑住佢嘅演技深受好評，時隔22年後再次加入 TVB， 自然係全力以赴。據了解，林家棟已經開始廣泛招攬人才，準備喺電視界大顯身手。眾所周知，曾志偉上任後，外界都期望佢能帶領 TVB 重拾往日榮光，但事實上佢主導嘅綜藝節目未能形成太大影響，而且北上直播宣傳令一線藝人風光不再，戲劇質量亦參差不齊，因此 TVB 嘅收視一直低迷，股價波動頻繁，並且持續虧損高達4億元。林家棟以其製作本土劇集嘅能力而聞名，因此 TVB 有意邀請佢回歸，負責製作具有香港特色嘅電視劇集，這也在情理之中。林家棟加盟後，已經向電視監製同電影界嘅人才出橄欖枝，希望能全面提升 TVB 嘅製作水平，重現港劇嘅輝煌。雖然林家棟肯意回歸 TVB， 但香港網友對此卻有不同看法。唔少人覺得可惜，認為林家棟當年離開 TVB， 正係因為唔滿意 TVB 流水線式嘅工作方式，轉而投身電影界。依家佢點解又想返去呢？亦有網友對呢個消息嘅真實性表示懷疑，認為林家棟以佢現時嘅地位，無理由返去 TVB， 擺脫咗電視劇形象就唔好再返去啦。TVB 嘅條件咁差，我唔太相信佢會返去。這番反應不僅展示咗香港觀眾對 TVB 嘅關心，同時亦反映咗佢哋對林家棟嘅期望同憂慮。近日 TVB 嘅新劇《新聞女王》再次將 TVB 嘅山頭文化帶到咗銀幕前。可能內地網友對山頭文化唔太熟悉，但 TVB 嘅藝人對此可謂深有體會。TVB 一姐汪明荃曾喺頒獎典禮上呼籲，希望 TVB 嘅山頭文化可以減少啲。佢老公羅家英亦曾表示不滿，講到 TVB 嘅山頭文化太盛行。曾志偉任職 TVB 高層時，曾立下宏願，希望能夠跟隨 TVB 嘅山頭文化。究竟 TVB 嘅山頭文化係咩樣嘅呢？所謂 TVB 嘅山頭文化，主要係指 TVB 高層之間嘅角力同競爭。TVB 嘅大部分藝人為咗更好嘅發展，會選擇跟隨某位高層，而唔同高層帶領嘅藝人就形成咗不同嘅派系，因為呢啲高層手握住唔同嘅權力同資源。TVB 嘅藝人與其憑藉演技實力，不如靠高層提攜更加直接。若冇高層支持，就算有實力嘅演員都可能被埋沒。得罪咗高層，無論你幾有能力，都可能一夜之間喺 TVB 消失。喺 TVB 舉辦嘅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上，所謂嘅視帝視后競爭，與其話係藝人之間嘅較量，不如話係高層之間嘅角力。而高層嘅鬥爭往往令藝人變成咗無辜嘅犧牲品。對於 TVB 嘅藝人嚟講，懂得站隊可能比演技更加重要。判斷 TVB 藝人屬於邊個高層旗下，就睇佢哋喺獲獎時首先感謝邊個就知。咁我哋一齊嚟睇下 TVB 嘅派系鬥爭究竟係點樣嘅。TVB 嘅派系鬥爭可以分為3個時期。第一時期分為曾麗珍嘅曾派同梁家樹嘅梁派之間嘅鬥爭。曾麗珍以嚴厲著稱，她喺 TVB 從長記做到高層，對於藝人同工作要求非常嚴格，因此受到旗下藝人嘅畏懼。她嘅話語有住絕對嘅分量。曾麗珍招攬藝人時，更注重實力和潛力，而非外形。她提拔藝人有一套獨特手法，例如將萬年配角黎耀祥、胡定一以及被樂易玲看不起的歐陽震華都成功捧紅。在梁派最風光嘅時期，曾麗珍令羅嘉良成為 TVB 首位3屆視帝。當年黃日華嘅《天龍八部》勢頭強勁，
頒獎典禮時，佢仲穿住喬峰嘅戲服上台，有種志在必得嘅氣勢，但最後竟然輸給咗羅嘉良嘅難兄難弟。當時正值梁派最得勢嘅時候，只能講黃日華運氣不佳，但後來曾麗珍同梁家樹嘅鬥爭中，以梁家樹嘅敗退告終，曾麗珍甚至逼走梁家樹嘅太太，梁派自此凋零。隨後曾麗珍扶持胡定欣上位，擊敗汪明荃成為視后。羅家英曾諷刺汪明荃唔係輸給胡定欣嘅演技，而係輸給咗山頭文化。梁派早已衰落，因為梁家樹嘅太太係古天樂嘅恩師，古天樂之後就唔再同 TVB 續約。隨後羅嘉良、孫軒、張可頤等人陸續離開 TVB， 可謂相當可惜。梁家樹走後，曾麗珍又恢復咗一家獨大嘅局面。方日華為咗控制局勢，扶持另一位高層樂易玲上位，形成真派同惡派嘅鬥爭。樂易玲同曾麗珍唔同，他更重視顏值即正義，比如四小生林峰、馬國明、吳卓羲同鄭嘉穎都係他嘅愛將。有傳一次曾派嘅馬浚偉談續約時，被樂易玲評價不入屋，即係話佢唔夠親民。曾麗珍就回擊話馬浚偉咁樣都不入屋，係唔係唔入樂易玲嘅屋？講起樂易玲嘅硬捧，唔少人會諗到陳麗珍更加有慧眼識英雄。最典型嘅例子就係黎耀祥。黎耀祥喺 TVB 做咗好多年嘅配角，直到中年之後，因為陳麗珍嘅大膽重用，先有咗巾幗梟雄、義海豪情同大太監等佳作。相比之下，最唔走運嘅可能就係林峰。作為樂易玲旗下嘅愛將，佢嗰陣時嘅資源真係好得嚟，但始終冇攞過 TVB 視帝。原本佢喺雷霆掃毒有好大希望攞視帝，但就不巧碰上黎耀祥嘅巾幗梟雄。之後林峰同佘詩曼合作嘅《使徒行者》成為爆紅劇集，風頭不輸巾幗梟雄，但因為佢當時已經冇同 TVB 續約，所以依然無奪得視帝。提到 TVB 就唔得唔提到佢哋嘅一個文化，就係親生兒女同非親生兒女嘅區分。TVB 嘅藝人大致分為兩類，一類係簽咗長期合約，即係將自己整個交給 TVB， 就算係親生兒女。第二類就係簽頭部約，可以自行接其他工作，而 TVB 嘅好資源同埋獎項基本上都只會俾親生兒女。所以離開 TVB 嘅林峰自然就攞唔到視帝。喺曾麗珍同樂易玲爭鬥嘅後期，又加入咗余詠珊嘅余派。余詠珊嚟自綜藝部，他上位期間主用咗黃翠如同洪永城呢啲主持出身嘅人，但曾志偉上位之後，余詠珊亦都辭職。今年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上，佢哋將萬千星輝演藝大獎頒給咗非藝人嘅曾麗珍，感謝佢為 TVB 貢獻嘅40年。喺長達數十年嘅山頭鬥爭中，60歲嘅曾麗珍無疑係堅持到最後嘅一位。呢2年嘅 TVB 視帝譚俊彥同陳山聰上台領獎時，首先感謝嘅都係陳麗珍。TVB 嘅山頭文化無疑對藝人造成咗唔少壓力，間接損失咗唔少好嘅藝人。但講實話，高層鬥得最激烈嘅時候，正正就係 TVB 最鼎盛嘅時期，好多經典作品都係嗰時候誕生。